在下北野熊豹族熊霸，道号无妄子。龙少主可是北野最年轻的大猩猩，好强的七星术！北野乃是伟大的星神庇护之所，我得知道在我的地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此强大的神念，未来的北野无人是他对手。啊！北野七星术，走！你们也懂得畏惧吗？赞美星神！少主，他是这群赏金刺客的头，幕后主使。我们是赏金刺客，照例是不可以说出。拖出去斩了！是长毛族少主大人，我可以为您做任何事，只要您饶我一命。你愿意做的这些事，它正经吗？不正经。很抱歉，我可是正经的少主，拖出去！什么？罗先生觊觎之奇，世所罕见，今后一定大有可为。操控比灵我要学，但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们。你的人生再无平静，不后悔吗？想不到青莲乙比竟自己送上门来，没人能救得了你。我玩够了，你上路吧。小罗，走！就算身怀2只比灵，也还是个废物。仲尼王息，谁为出气？云清清兮郁郁，水淡淡兮生烟。万年前，独孤家先祖觉醒盖世神功，其后人一旦得道入圣，皆将成为不死之魔。我会是例外吗？如果魔亦能有形，那么真相又是什么？一直往前走。遥远。等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恐怕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吧。钟子行越来越近，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诺亚2号，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机会。张衡的能力对我们夺取这艘飞船至关重要。被人盯上了都不知道，你出车祸！来啊，去死吧！为什么要带上那个累赘？他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你逃得掉吗？这是一只什么玩意儿？是你一个小瘪犊子干的？不是我干的，这是飞船内部的反制措施。为了不让人发现这艘飞船，还真是煞费苦心。所有黑星小队成员分散到世界各地，搜寻符合条件的难民，他们将担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使命。
接单了，灵虫也养大了，是时候该修炼本命法宝了。此人是何嫡系？外海妖兽资财竟如此之多，别我二人联手，可能留得下的。这两人也太怒，未免也太沉不住气了。妙爷门下的本钱还真不小啊，连赤火老怪都请了。这些年不见，死丫头，怎么长这么大了？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统领，急报！长安出现的这位，并非是真正阿萨辛。无论是谁，休想动我纯阳根基！一个红衣女子，只身一人，却如同杀神。我不明白，为何遇袭的各位掌门都还活着？你这人会不会说话？统领，这是少林主持玄杖。现在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事，你来找我说，李统领，请把沈剑心找回来。你甚至不肯叫他一声沈大侠。李统领，听掌门说那天在德月楼，不是你怼他怼得最狠吗？我们曾是无人机的发明者，今天我们将再一次发明无人机。克死了亲爸，又克死了亲妈。哎呀，这个接盘的后爸呀，走的也挺着急的呀。他们不照顾你，我来照顾你。我叫江兰，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姐姐。姐姐，你瞅瞅，你觉得那是一个弟弟看姐姐的眼神？香兰，
我们叫姐姐。你以后还是叫我姐姐吧。为了一个女人这么拼命，跟他老爸一个德行。香兰，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小池，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相信我，不要离开我。好，我会等你长大的。说好了，拉钩。说好了。喂，啊？你是要娶我吗？那个女生的底细我已经查到了，是从海外回国的，名字叫忍者神龟。夏日。哎呦，什么嘛！你这个告白也太露骨了吧！身为4大神之一，我可不是那种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舔狗。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黄海洋，你敢动他，我就宰了你！我感觉昨天对他有点粗鲁。黄海洋，慎动！我爹娘在少阳山附近失踪，可否拜托总镖头帮我寻找到爹娘的下落？陈彪贼心不浅，一旦我离家，他必会再来骚扰。要保护二姐，必须先下手为强，解决后患。回山拳院的亲传弟子是绝不能参与到洪家堡和齐家盟的冲突之中。不过盟主也说了，如果我成为江家女婿，那他就会信任江家。魏师弟背后的势力，看来非同小可。萧师兄真是聪明，那你猜到今天会死在这儿了吗？说，你们把人都抓去哪儿了？魏师弟，人死不能复生。此时偏偏还想出人头地，就是。走吧，看来也不找了。江湖险恶，最不缺肤浅的侠客，图尽虚伪的奢，满口是仁义假道德。我笑真心难测，偏要向红尘来过河。可叹悲欢离合，终究是一场莫奈何。男儿不可欺，丈夫两膝之下有侠义，浪子多不及风流，四海也难为家。男儿不可以追逐四方虚名和富丽，浪子无可及一壶浊酒走遍天涯。北方有佳人芙蓉妆，举世无双，一见倾心自难忘，负了好时光。这就是大海啊！我们若要寻找仙山，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我们需要更大的船。凤凰于飞，轻舟末将。柔剑仙，你可听说了那蓬莱仙之事？据说，百里东君曾去过一座仙岛，岛上有仙人，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老，能治好楚河的经脉。道乃神仙术，不受人艰苦。我看不
修道吧。有朋自远方来，何必藏头露尾呢？姐姐你在哪儿？别过来！被人出卖的感觉怎么样？父王，请保佑我，明天一定要找到残部，继续进军。3000天道，真仙竟能悟出一条，已是不易。剑仙不是一般人呐，连天道剑法都能顿悟。大家都打起精神来，要严加审查，绝不能让天道秘术落入心术不正的修士手中。我才是无极剑派的真正传人。师尊的一剑劈天门，我怎么领悟出天道剑法了？王陵学院，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这小子虽然逆天，也不可能凌驾于天道之上了。除此之外，以后你就是天道白名单用户了。老子这一生能给您当狗，真是太好了。情义善人，莫入此门。已经入了这修罗场，人命还值几个钱？什么都有，还真是无限流。会不会还有 AK、高达、隐形战机？只可惜天下纷乱，安心品茶更久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舍身相助，真是让人感动啊！难道你愿意为了他们杀生成人？身为出家之人，为何看不到这具臭皮呢？死有轻于鸿毛，亦有重于泰山。我等舍生取义，正在今日。阿弥陀佛，恕老衲。你敢犯杀戒？佛有慈悲心肠，亦有金刚怒目。
各位弑天王，你们有一个新任务：被勇士杀死，而你们将获得用不完的退休金。我是魔王城第一弑天王艾尔，我有一个新任务，培养这个孩子成为勇士，拿到退休金。但事情总是不那么顺利，都是因为有这个累赘魔法师。不光如此，没有一件事情是和培养勇士有关的。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拼尽全力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成为勇士。我们困在这座地下城里，又面临着红河枯竭危机，资源也所剩无几。现在唯有向外探索，才有出路。人若是有了想要守护的东西，就会变得不顾一切。出发！来个糖醋鱼，没有。那红烧肉也没有。烧排骨没有。回锅肉没有。番茄炒蛋没有。火爆腰花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东坡肘子，这些总该有一个吧？都没有啊！我去，那还开什么店呢？少主，客官还挺挑食。你再说一遍，进来爷爷。看来只能推荐魔教主题的最新菜品——烤乳鸽。啊！麻烦我要一份。这菜就不点了吧？各位客官，久等了。这道美味佳肴，请慢慢享用。这厨子好油。全都在这里，都给我去上工！哇，爷爷，猫咪吃人了！那就有位丁车来接他们去上工。每天早起便于3盘倒，吃喝拉撒全在工位上了。啊，比我们这些接外包的还要惨呢。看来打倒靠北山庄刻不容缓。哼，靠北山庄的末日到了！我叫江南，是这部动画的主角。这个慢镜头主要是让大家能看清我的脸，接下来总会有一点追逐，一点打斗，外加一点点特效。至于反派，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总会被我打败的。哼。最后再来个帅气的大招！哎呀！刚才忘了介绍，其实这部动画还有个主角，该你出场了，探探！开张！世间有一种人，他们无法了解生命的美好。最美的食物、最动情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而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吃火锅，我吃红汤，他吃白汤，后来干脆换成了清水。既然不喜欢，又何必装模作样？不错，比起吃火锅，我更喜欢看别人吃火锅，看青菜在白汤里翻腾。看数双筷子争抢肉片，看熟识的人围坐在一起。从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金山不朽。
你为什么认为景阳真人飞升失败？我听到了一声叹息。青山宗内有一个古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道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别来烦我。说得好，你修你的道，我灭我的事，如此才对。你想死吗？我是貂蝉还是妲己，只知道天下因我而变。如果这小子是张角，天下便是他的。幸好他是我们的张良啊！天下之大，能者众多，老师怎可断言明主只有2人？斗泰山而小天下，正是今天的写照。5天之内，一场兵役，必败吕布。9良之后，若是华雄还活着，就拿下我大哥的人头吧。从来没有人能越过我的剑围。韩纯欲没落，兵败如山倒。猎手来了！人即为野兽，只有强者可敌。玄德啊，这就是你的用人之道吗？只要一直笑，就可以笑出一片天了。张良将军！吕布，你不怕死吗？你在犹豫？为了找到这件法宝的使用者，我们已经等待500年。人和妖真的不能共存吗？我们在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背负了无法违抗的命运。任何企图违抗命运的做法，只会让自己粉身碎骨。相信什么狗屁命运？这是我的人生，我会牢牢把它抓在手中。就是这股气息，地藏的气息，地藏金身终于重返人间了。这是一个由魂虫与人类共同谱写的世界，他们与人类或为朋友，或为主仆，或为敌人。也许乌云满布，也许遍地荆棘，唯有生存是这片土地上的主旋律。为了生存，也为了自由，永无休止的战斗。在
战斗中互相依存，彼此羁绊。接受我的魂约吧。我们只有变强，才能活下去，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天地。你若助我，我楚木必带你一同踏上世界巅峰。月葵，月葵，醒醒！丁满腾孢子病毒已经扩散，他竟然还活着！追！情报，情报单人入场。感染者必须被消灭。启动 Ash 就能拯救所有人。找死！老板，一定要保佑我！呼叫塔尔塔洛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去吃乘以5？为什么要吃除以2啊？然后武器又不去吃，然后就死掉了。就他就在那边，这个武器在那里，就去吃。哦哟，这有什么了？我上次还看到有个人把头上的洞打开，岩浆流下来，把自己烫死的嘞。这种东西很邪门的，小兄弟，你赶紧领了钻石回家烤火盆好嘞。你们这边的人会不会操作的？闪现都留着不交的。那这钻石你要不要买？为什么不这样除以2？这火箭筒都不拿小白，你要记住，这是个心理陷阱。你觉得你更聪明，于是你就去会试试，对不对？那恭喜你，你也加入了追寻火箭筒的一员啦。那包括怪物是数字，火箭筒也是数字。就算是你拿了火箭筒，那又怎么样呢？后面还要拿高斯步枪机器人、宇宙战舰才能解决的怪物啊！我设计这个世界，那么基本法则就是如此。它是个商品，它的目的就是要理化钻石。但既然我穿越过来了，没有通知入口，那就不要想太多了。林克也有林克的玩法，否则怎么流传中阿达嘞？这是哪儿？我们被困在漫画世界里。飞行空司，你是男主，也是觉醒者。别开玩笑了，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世界，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的人生。难道要完成所有故事才能出去？我一定要逃离这里！你说，我们真的能出去吗？我一定能带你逃出去的。少爷，你面还没说完。
想让你多体会一下临死前的感觉，可惜老天都不帮你。师傅，徒弟来了，开始吧。410，快上山！对，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选择永远和世界一样，人朝前，剑朝前。野兽一般，即使与我境界相当，也是废物。救我师父！还回来！唉，只求我那傻徒弟不要上钩啊！飞刀孤狼，这是 Red 组织给我的代号。抛弃过往，抛弃感情，成为武者，追求武装之巅峰。这本是组织对我的要求，但我无法割舍。小平，做得起则我们离开组织，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感谢。可是你小看了啊！没有人能挑战雷德梅因家族。我要你们血债血偿！哪怕孤身一人。小老板，对不起。如果有来世，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在荧幕上重现怪兽的魅力。我们邀请你为伟大的魔族拍摄一部史无前例的电影。世上竟有如此神奇之物，是电影非我莫属。我不想再演了，能不能堂堂正正打一架？永远不要相信他们，谎言、暴虐、混乱，魔族就是这样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好，这一条过。来，踏破天穹，挺入此玄幻深渊，乃人类与灵宠和谐共生之壮丽世界。缔结深邃契约，与灵宠共浴生死，共战疆场，同享欢笑之顺，泪水之泉。听，樊凌霄，天赋异禀的灵宠师，其传奇如烽火燎原。彼短短1载，有如日中天，使凌霄阁跻身1级。彼独宠灵魂，如虹破空。彼战斗无敌，每战必胜，犹如破军之将。彼距胜利仅需咫尺，然彼却遭阴暗之境，功败已溃。以秘籍艰难求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坤坤天下。
真是傻孩子，危险！不在外面。乾隆大人，这座山只有1800人，飞过去就行。咱们能不能像正常人类一样低调的走过呀？小飞，这个风洞是由世界公认的最强传奇魔法师大魔导师普莱帕斯用尽他毕生所学才打通的，所以不管什么人想要从这儿进，就必须得交钱，懂了吗？算了，玲子，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明白了，乾隆大人。乾隆第7集，我是风暴。乾隆大人，有另外一条路了。现在您可以像普通人类一样低调的走过去了。哇，这照片拍得挺高大上啊，小哥看着像个混血。不过感觉以我的技术也能拍个差不多的。陆光，你觉得呢？怎么走了？等等我！陆光，你什么意思嘛？不相信我的摄影技巧吗？哎，对了，回国之后我也帮你找份模特的暑期兼职吧。不要。经过几千年来的繁衍进化、研究与筛选，我们即将迎来拯救蓝星计划的最后一步。最强胚胎将在成长为完全体后，在距离入侵地点最近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在设计好的时间、设计好的地点、设计好的力度和角度，一脚拯救世界。我叫匹强，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要不要加入杰里足球队，驰骋在绿茵球场的呢？第一次见到如此仁慈的上野奇子，难道他是来拯救足球队的英雄？厉害你妹啊！他毫无球技可言的，不会踢足球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我会呢。爸爸，对不起，可能我根本不适合踢足球。觉得最近王菲哪里不一样了？王菲她3选2了。我们要向三体人发射一个探测器，我们要送一个人去，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只送大脑。
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三体人面前，除了我们的思想。对于三体人来说，它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令人费解。我相信，三体人一定不会拒绝它的。差一点，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亏欠了太多太多，用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人。你胡说什么？我妈怎么就快死了呢？她才50岁而已啊！你再怎么漠不关心，也不该说出好好的这种话吧？不管怎么回事，我这辈子都没有好好孝顺过你。早知如此，你就该对你妈妈好一点嘛。为了她，你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做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你的生命为代价让她痊愈，如何？这云青岩才回来几天啊，竟敢招惹皇城4大家族的云氏本家少主！我不会一下子杀了你，我会像废掉你的宝贝堂哥一样，先将你废了。我押500两，不出1炷香的功夫，云青岩就会痛哭求饶。我要1000两！来一个，压我家香木！对付这小畜生，不用脏了您的手。好强的气息！控住这只疯狗。血小功法！哪里冒出来的小丫头？找死！云青岩，你现在收手，还能留你一条全尸。伤我之情，1000倍奉还。惹到本帝，你会比死更痛苦。是你逼我用这招的。噬魔血液！什么？不可能！哎呀，我的房子呀，还有30年贷款呢！2049年秋，洛城发生了群体穿越事件，人们的手臂上出现了一串神秘的倒计时。当倒计时结束之后，穿越者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也是现实与虚幻的分界。有些幸运儿成为了财团子弟，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有些倒霉蛋儿穿越到了下三世，成为了下水道的老鼠；有些人穿越到了卫戍部队，被改造成了基因战士，甚至有些人变成了机械狗。而我，刘德柱，我则是天选之人。我穿越到了18号监狱，这里藏着这个世界成为神的方法。而我将获得修行传承，成为超凡者。我将走向人生巅峰。你们干什么？喂，放我出去！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是救世主，我穿越过来。老板，又找到一个世界行者，要不要做掉？
不用，我这儿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废物替我隐藏身份。 Yeah， 我的笔下生风会说出手入伙的动，看明暗线都交错，渐渐浮现世界轮廓。即使这里错综复杂，到穿浪涌动，看着说着，绝对不开玩笑。Bad move， 这是我路，是谁造型那么有性格，那么平和，习惯是人群之中低调秀发的那个 Cold，I'm king， 谁能奈我如何？阴谋诡计的献丑，魑魅魍魉都不够，后给跟我脚步走。 摇头，自说自话，哎，广告。Just go out the bomb， 太多疯癫是我的 flow。No， 贵点甩甩手，尽在掌握 control。I don't know， 还要多久？还要多少次的苍空前面 run？ 所有属于我的 homie support me， 时刻保持激情，不节奏。整个人放轻松，让它放空，就像遨游外太空。瞬间你身心灵像出招风的力量，神的力量，海阔天空，冥冥之中快失控。诡计的献丑，魑魅魍魉都不够，后给跟我脚步走。Just go out the ball， 比起实力 ，Oh yo， 贵点摇头，自说自话，哎，广告。Just go out the bomb， 太多疯癫是我的 flow。 贵点甩甩手，尽在掌握 control。混沌初分，鸿蒙始炮，天地未开之际，无数上古生灵孕育而生。之内，我定远华天都，一决生死。这山河榜就是你10年之约的第一步，你要用实力让小看你的人闭嘴。所谓的天道，并非一成不变。是日月五星主，若能收为己用，日后对你必有助益。方寒，你必须扛过这焚金错骨的痛苦，要不然还谈什么10年之约？神干嘛的？这是山河榜大赛开始的钟声。你终于下定决心了，戴上这个面具，将你我的数据传播，我的力量也将为你所用。听好了，我赐予你的能力便是贯穿。九正，没别的了吗？没别的了。可恶！敌人到底在哪儿？他拥有的应该是创造物体的权限。那该怎么打？刚刚是不是有人在说话？闹鬼啦！为什么要攻击我？这里是海纳创造卫星城时最初的实验点，我都想起来了。你给他
你个混蛋，毁了我和瓜汁的家，我绝不原谅！让你借用一下你们的力量。唐明远，嘘，在这里叫我楼书婉。这次去了灵儿，会多陪你的。大武真要动兵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你不看见我就是。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潮于微澜之间。10几个良人行刺秦嗣源之事，是我做的。李恒，我杀你全家！那就来啊！一个俘虏，居然成了匪寇的座上宾。血手人屠，他好厉害啊！哼，我要抓他当军师。书上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长笛之花，乐府巍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没用过，我什么也守护不了。一念不灭，我要救你，我知道该选什么人来救你。你先等一等，你一定要等一等。千千成劫。像我这种妖怪，沦落到这样的下场，你应拍手叫好。我还能再遇到他们吗？即便不是他们，也还会有别人的。只要活着，活下去。草舍，更新更远，山河间，独守星月溯源。多美景意，血乱拂了加州缓慢。剑起长歌舞长家，屠焰流付河图。
洛林，虽说我们一同行动，但最后一击，我是不会让给你的。小青也是。那就各凭本事了。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陪葬！这一切在今天结束吧！班长，班主任找你呢。叶子龙，2030年，我回到了过去，但现在的我不能直接对叶子龙动手。要是能找到我那几个手下，哟，这么年轻，500万，黑心女人，无上，杀人只看眼缘。朋友，很合眼缘嘛。我合眼缘？这帮人没一个靠谱的。这谁写的？凌晨，天才呀！帮我判断这个有没有更好的吃法。拿起筷子，快准狠搅拌。1杯乌龙奶盖去冰维塔，在这喝。鸡翅鸡心鸡软骨各来3串。这也是怪享受。今天很满足，走喽！7月12日，距离苏沫婷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以苏沫婷普通人的状态，在那个世界一定支撑不了多久了。我必须立刻赶去救她。7月13日，大游戏。7月14日，大游戏。7月15日，大游戏。
啊！地魁星啊，地魁星，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营救计划都忘了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6日，大游戏；7月17日，大游戏；7月18日，大游戏。他天天就知道打游戏，算了，他吹不起就听歌了。冲动啊！你这个混蛋，没良心的东西！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都是哥们儿。新的冒险开始了，更华丽的画面，没有。这是哪里呀？这件事我会亲自负责。听歌，我们来了！更感人的剧情，没有。有钱了，我们有钱了，段位都要被你吓掉了。更热血的战斗，他们在找什么呀？你太小看穿越了吧？这画风不对呀！所以一切还是原来的味道，敬请期待。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讲故事给我听，慢慢的，我开始以画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希望我画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哪怕我要对得起我那3位粉丝。你可知道这辆车此时此刻承载着我的梦想？坐稳了，完美。我们呢要做一个面向儿童的作品。你喜欢什么题材的？谈恋爱的。志明，自强，这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因为它描述小当最喜欢的题材：爱、家庭、血浆。我看不下去了。暴力，就交给我吧。3万年前，天道教主周青以立正道，成为太古以来唯一新晋圣人。忽有一日，诸圣消失，万界重归混沌。大道50，天延49，那遗留的一，遁往何方？我原以为我的人生会平凡的度过，直到……殿下，殿下，殿下，殿下！你是什么人？青丘，周青。灰狼，打雷了！尔等土鸡瓦狗！我私立天机门数10年，一心追求着世间的极致美味，可寻遍天下尽是些平庸菜色。或许我已经站在美食的最高峰。交出来！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好的。对不起，求求你不要杀我！绝世美味。先别走，你得告诉我这小鸟哪里最好吃。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想着吃呀！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以前的我，自以为已经站在了美食的最高峰，直到喝到这碗汤才发现，高峰之上还有蓝天，而蓝天之外，还有无限的宇宙。
今后你就是我的专属厨师了。姐姐，你是神仙吗？皇上驾到！看这边，再看这边，你真能看见我啊？我没有异症。裴总，你可真男人呐！他真是高深莫测，一切尽在掌握。他是在想公司未来的发展，这就是作为老板的担当。这就是设计大师的思想境界吧？裴总这个人太真诚了，不愧是裴总，永远都是那么镇定自若。系统将为您提供初始资金，助您开启致富挑战。正在随机生成盈亏转化比例，只要把系统资金全部亏光，就可以躺着赚钱，绝对能亏光30万。结算日倒计时启动。上线仅1周就回本，还净赚20万，没啦！门哥，你怎么了？别提了，我被一个赛星人害惨了。那天我遇到了歹徒，消灭 AI 暴政，世界属于人类。可是一个赛星人救了我。女人，你的一生由我来守。刚开始还行，没想到啊，他就是个控制狂，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他都要管。收成就终于洗了。你听我说啊，可实际上他就是个跟踪狂、虐待狂，还变态。门哥，你开心吗？玩的挺欢呀。然后他把我的钱全花光了，只有这个不能忍，不能忍。我真是够的了。除了那个哪个？人工呼吸很溜。哎呦喂！我也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我巴不得他滚得远远的。门客，去打怪兽吗？来啦！酸臭！秩序的子民们，保持理智，不要惊慌，
这里是秩序之锤号，最强大的魔导战舰。恐惧会成为混沌爪牙的饵料，将我们吞噬。炸毁魔导板，掏掉所有负重，切换战舰核心动力炉，加速脱离混沌风暴区。面对混沌，从不退缩，拿起武器，坚守岗位。创世女神必将指引我们找到那曙光。大旋风船不？你们的船好像快炸了。这还有座，大座，虽然比不上房东的飞船舒服，不过船票可便宜了。从现在开始，我们4个人就是室友啦。大学4年，请多指教。真没想到我们宿舍美女这么多呀！能被大家喜欢也挺好的呀。真不知道是过来读书的，还是过来拍偶像剧的。你就是白君言，没想到这么巧。女明星，演够了没？我就是想帮帮本子明啊。你不了解，就少给他建议。如果说老高是特立独行，那我也没好哪去。人不是活在真空里的，大家都有难处。别动啊！我是来学习的，叫他走开！下次别再做这种事。你是想帮我，还是想帮你自己啊？你不该放任他喝成这样。勇者可能只是长成了一个爱说这也没办法的大人，至少我自己吧，真希望我可以一直做勇者，永远都不会变。我们常常在漫长的人生中会感到某个阶段深陷泥潭，又总会在不经意的节点出现一些弱小的星光，在黑夜里给我们一丝模糊的指引。曾经你有时彷徨，有时躲藏，总盼望他和他的捧场，希望月光有天照亮你的窗。如今你换了模样，四处奔忙，也会想人生随影质量，可怜手中握的那个旧礼裳。黑夜如此的漫长，你总是在想，宇宙再大也要认真发光。你的眼里有星芒，这蝴蝶翅膀，哪怕很渺小，能掀海浪。嘿，你就是那个少年，无论今天或昨天，一起奔向这世界。你会重重的跌，会飞得很远。在那重逢的瞬间，相信我们最特别。你的目的是什么？虚无出现祝福者，祝福者残骸转换成能量，使用祝福能量扩大虚无，这就是世界的现状。你也有成为救世主的味道呢。你叫瑜伽对吧？你在寻找什么？赤影，你知道这家伙在哪儿吗？守护世界法则的祝福者之王，
难道停止虚无扩散的关键在他身上？你们能知道的又有多少？你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虚无的掌控吗？没用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的寿命就像昙花一现。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何而战？我叫珊瑚，我要寻找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我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明明笑起来很好看呢，干嘛一直摆着苦瓜脸嘛？珊瑚，一家，我要。杀死你！我叫军邪，是个杀手，一个特别优秀的金牌杀手，成功率为前人所读的5%。然而世事难料啊！跟我想的可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天香国人人诛之而后快的头号人物啊！君莫邪，既然要比，咱们就比生死局如何？这都是为前人剩下的。不管在什么世界，实力都是第一位。人可以没有势力，但不能没有实力。不管是魑魅魍魉，还是文影史章，我都要与他搏上一搏。因为我军邪，让我成功率100%。黑暗的背景中，一个微小的光点出现在画面中央，画面转移到一个迷离的迷宫中，迷宫的墙壁都是由亮暗交错的光线组成，一个小小的光球出现，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女人脸上露出温暖的微笑。你认为寻光是什么？寻光？寻光是……寻光就是灵光一闪。老大，你觉得寻光是什么？寻光哦，就是不管你回家多晚，有多累，家里面都亮着灯。老公，哇，凭什么知道爸爸回来了？我能听出你的脚步声。寻光，每天都要追很多片子，也许下一步要追的动画就是我的光。寻光啊，寻光就是那个，快助我光吧！寻光就是穿越星辰大海，满载人类文明的星舰。是穿越黑暗后看到的希望之光。寻光是侠义精神，寻光是神话中的奇妙相遇，是工作中的合作无间。寻光是不屈不挠的追逐，是我们亲手记录下的自然盛景，是路边猫咪眼中放出的光芒，是信任，
抓住我！是忠诚，是用笔赋予生命，是巨龙的觉醒，是爱，是大家的认可。它无法被定义，它可以是是勇气，是生命的真谛，它是终极的美，是观众的催更。它就在我们心中。